继续要来讲洗头，对咱大家来讲是真素常、真日常的代志。但是其实洗头有节落的错误的动作，这个动作是真会伤到咱的头毛质，而且头毛嘛较会长哦。来看咱这个报道。洗头，你敢会晓洗？美发师讲，几个错误的洗头方式，你若洗唔对去，较有造成甩头毛。就讲头毛用好淡，直接就用洗发精。 应该将头粉先清掉，再用洗发精。另外，洗头时用净头尾。因为它除了伤头皮，也会直接把这个毛发的问题里面产生了它的一个过敏。我们最好的一个建议里面，大概就是用指腹。有人头毛较长，有染过头毛的人，较够拍夹，直接洗，较够甩头毛。 头发能够稍微疏松一下，那疏松的时候，或是让头发能够打结的这一块里面呢，它就比较不产生了一个打结结构。另外，水若伤少，会刺激头壳皮洗刷，头壳若淡淡就去困，会致使讲角质层的变薄，或者头毛变得较大数、较够长。它最主要掉发、断发都是这边，但是断在这边，事实上毛根还是正常的，它还是会从这边再长出新的头发出来。 虽然讲头毛会长是暂时性的，要不过你若用唔对的方式洗头，那会致使讲头毛会较够长，头壳皮会较敏感。若是要保持较好的头毛质，洗头的撇步爱记起来。